迄个花莲的游客是真侪，县政府试办美食专车，伫拜六礼拜伫市区主要的道路免费来载游客，拢选择一寡有在地美食的所在来停车。那解决市区塞车的问题嘛推广在地美食是1.25。迄热是花莲一日来上济观光人潮的时阵，毋过市区停车位无够，到休困日交通就大塞车。针对这点，县府特别推出花莲美食专车，免费载旅客去市区。逐礼拜六、礼拜中昼11点至暗时8点，1点钟发一班车。沿途经过都是我们市区一些重要的一个观光景点，那周边有很多的在地的小吃跟一些好玩的，希望鼓励来到花莲玩的这个观光客能够搭乘这个大众运输。花莲美食专车的路线主要为转运站出发，西富国路、和平路、东大门夜市啊，才搁登去转运站。旅客会当伫各站随时上车落车，以行路的方式伫附近食好料的，对观光嘛有真大的帮助。因为在花莲市区，其实停车真的是蛮不方便的。如果说在这个暑假疫情过后，观光客很多的情况下，如果能够有这样的接驳，对我们商圈来说是一大福音。不过，这款免费接驳的专车，敢若拜六礼拜有发车，大部分的游客认为讲这是县府的好意，不过希望会当维持常态。如果不只在6日甚至周间的期间，我觉得也可以让就是舒缓人群，让大家都可以有更好的一个休闲品质。另外，嘛有游客反映讲，伫专车顶悬的宣传单、景点甲美食的资讯无够，外地人真好知影讲落车了后要去倒位消费。县府表示，目前还搁伫试办的阶段，会收集民意来评估花莲未来公共运输交通路网要安怎来改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